看屏东哦，昨暗风雨真大，市区有一寡树仔甲空棒拢倒去，搁去缀着车哦。房山沿海风影早起嘛是愈来愈大，一寡水流茶甲粪扫拢扫到红港的鱼港内，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渔船的出入。小琉球甲雾台的大武川等所在哦嘛失电，大武川唯一的连外道路搁房山目前哦搁会抢修。 树头规个拢飞飞起来，去喊着防空巴士。屏东市区受到风台影响，7月28半暝开始风雨变强，中正路甲广东路口也搁有空棒落落来，停伫下骹的白色轿车去互喊着。这部分我们要跟房东一起协商看看是什么问题。 空棒落落来，这间店家做12年，7月7日才拄结束营业，就发生事故。风台大数日早起持续向西北偏北边的方向扫过，也互屏东的房山沿海风影一直变强。看白啊车、渔船啊，拢总离海口，也无得放了去。 之前拄着大雨歹有塌港状况的这个风港、渔港呢，即马二白透早嘛会使看到有部分的漂流木，也是粪扫，是随大影呢是拍去埋这个渔港内底。 海巡表示，大水查也有粪扫，大约是透早的时阵出现，已经通报渔业所。有真侪拓港经验的香港渔民，伫风台进前，就甲船驶去较安全的海口，也是放了渔港。因为拓港的状况，恐惊一礼拜内拢会影响渔船的出入。可能会有1个礼拜的时间影响到渔民的出海。现在这个时间的漂流木下午漂流木会更多。 另外，东港早起虽然风雨较细，但是对面的小琉球风影煞真大，树仔倒去缀着电线。7月27暗时9点，有买我4000户失电，同款有失电状况的雾台乡大武村，今仔日早起唯一的连外道路也断去。我们目前部落状况是停电的状态，然后我们的简易自来水也断水了，目前部落是没有水、没有电的状态。 村长表示，目前部落内底也有120人，家在拢平安，希望会当赶紧把路抢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